台湾的传统戏曲渐渐在稀微，不过这几年有未少戏班在变转型。一寡来接班的少年家，运用家己的方式拍拼保留文化兼创新。稍等的7点半，公司第2台青春咱的梦，要带大家做回来看传统戏剧布新演。伫戏台顶播演歌戏的演员看起来拢少年，骹步手路、口白唱曲，逐项拢爱学好，才有法度将这项传统艺术传落去。除了大咖的观众，一寡家族的戏班嘛开始经营社群开直播，对实体演出到线顶的互动，传统戏曲的接触方式愈来愈多元，嘛吸引有兴趣的学生囡仔来参与。我真是大学生，原本是想讲安尼水水的，来耍耍的尔，结果愈学愈有兴趣，所以就一直安尼学落去。那歌戏、布袋戏嘛面临传承的问题，亲像住伫婚礼的陈文铁，都当年投入校园的推广，培养观众，嘛家己的囡仔送去学唱曲、学八卦、拜师学艺。就是讲，你今仔日你若无逐项头尾拢捌甲头，你叫师傅来，你若考师傅袂倒，你足歹带这师傅的，所以你必须爱甲家己本身的实力绑底挂在。也跟我讲，哎呦阿轩，我怎么看你演戏那么久，你都只有这样而已。然后可能就是因为阿姨迄句话，我感觉讲，我要对家己负责。要接班并不简单，家族啊戏班的少年辈理解这份责任，用心付出、学习甲承担，这是代代传承甲创新的必要规定。若要延续传统，除了有新一代人才来接班，嘛需要国家政策长期的支持，安尼咱台湾的文化资产才有久长的未来。记者吴定富、林建如综合。